跨族群的那种的融合的东西，把现代的生活呢，结合着现代这个时代两个系统的东西呢，这个选材呢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像跨族群的，要像台湾那个更加很好的东西。那我现在很多编教材的人都重视两族群的融合的东西呢，要选材，包括编书，包括编绘本，那个东西，那种东西呢，包括朗诵东西，朗诵的东西，希望选材参加国语全国的也好，哦，教育部的语言的也好，啊，朗诵的东西呢，的确是要跟着时代的进步。因为那种材料那种的古板的东西固然可贵，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时代呢不能这个东西呢取材不能跟时代的来这个什么呢来俱进？所以那个选材的东西呢，我一直的期望，教育部将来对国语文的朗诵，因为我们这个范小姐呢，她是教育部。所以我一直强调，每年的教育部的那个国语文竞赛的客家的朗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很艰涩，老师都看了都念起来都咬牙切齿，很不顺，很不怎么样，很难很多人问我，很多人会问我说我这个东西有很多字呢也很多还有用词，他凭着他自己写的东西，没办法朗朗上口的东西，请逗。所以呢，因为很多人跨族群的东西呢，跨族群的，还有能够年轻人自己去编来族群，尤其是国中或者高年级的东西，去这个落到心上呢，我骗这个东西。比方说，年轻人国族对于这个东西，想要表达他一个人的梦想的东西，忠孝节义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很多没有错，那是不可缺的。百八供很多土地公的庙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有。那是按你本性，假使可以从生活中跳脱来出来，来取材，来编这个材目，编这个教材的话，让人家耳目一新，让人评审，让人家更多的听众看到，编得不错，老师学生都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呢，将这个时代的动脉呢，把它表达出来的东西，能够扣住人心。所以呢，我想呢，这种东西呢，希望线上片的时间，希望指导或上的时那种吸引人家的东西呢，动性要提供给他。像我写作，我平常讲我写作。